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咁星期日嗰日嘅重點就係到第四場啦，咁消息就係俾隻勁勇黃區啦。賽前如果有睇我條片呢，就會知道我揀咗隻男神做膽俾大家啦，咁就順利中到條二重彩，希望大家都有跟到啦。咁啊，最近多咗啲新朋友訂閱，亦都多咗啲新朋友幫手撳下個 like，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先啦。咁啊，同啲新朋友介紹翻啦。我出片嘅方式呢，就係揀幾場出嚟，幫大家飛咗啲狀態比較差啊，或者機會冇咁高嘅馬啦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容易啲揀到自己嘅心水啦。咁我同我個 AI 呢，都會揀幾隻心水馬俾大家參考下嘅。咁我師傅或者我收到嘅消息馬呢，亦都會混在其中啦。如果想明確知道我哋收到嘅消息馬放咗喺邊場，或者 AI 俾咩馬我賭，咁就可以加入我群組啦。WhatsApp 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，咁就開始講聽日啲馬。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首先就係第二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會係正常嘅。1號、5號、7號、8號、11號、12號，我要劃咗佢先啦。咁啊，留意翻9號嘅皇帝英豪呢就有缺貨嘅。呢場呢，就比較中意4號嘅可靠大師、6號嘅智合拍、9號嘅皇帝英豪同埋10號嘅金多喜。然後就係第5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都係正常嘅。1號、3號、6號、7號、10號、11號可以劃咗佢。呢場呢，就揀咗2號巴閉王、9號有型勇士、8號電玩精英同埋5號雷神太保。接住落嚟就係第6場4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係正常步速，咁就唔要4號、5號、6號、7號、9號。呢場比較中意10號隨緣得勝、2號羅曼老窩、3號爆出美麗同埋11號嘅真叻仔。跟住就係第7場2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會偏快嘅，咁就3、4、5、9可以劃咗佢。2號顏色之王呢就有缺貨嘅，心水呢就揀咗1號星際快車、2號顏色之王、8號好評如潮同埋10號嘅燭光晚餐。最尾一場第8場3班1200米嘅賽事，5號、7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都唔要。1號嘅進跑得呢就有缺貨嘅。呢場比較中意4號嘅踏雪尋梅、2號嘅開心指數、1號進跑得同埋12號嘅喵喵怪。咁就5場賽事都分享過啦，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